經書講釋迦啲出約翰福音第10節係咁講嘅咯，七嚟到偷了到殺了到咪成個滅亡，咪意思นะ？都係講我下年嚟到偷了佢殺了佢咪成個滅亡，係咪計นะ？佢偷釋迦嘅平安，偷釋迦嘅快樂，偷釋迦嘅開心，偷了隆重釋迦何必偷hết，偷了佢乃殺了佢變佢滅亡，隆重變冇用招。但係佢接係耶穌講嗌嚟到死了每隻得到生，過了本嘅判人出熱切，係咪นะ？生係咪นะ？耶穌基督來到釋迦嘅面前，本釋迦生，釋迦嘅平安快樂生行嚟，釋迦嘅開心生行嚟，生到判人出，平安判人出，開心判人出，快樂判人出，一到隆重人事有嘅，mà cả nhà釋迦係特別嘅平安快樂判人出，就係在耶穌基督嘅裡面讓得到，信任相信耶穌基督釋迦得到，因為下年嚟睇釋迦隆重呢一計，釋迦好嘅係講耶穌嚟隆重嘅本釋迦好嘅判人出，耶穌都祝福釋迦得到平安判人出，快樂判人出，相信耶穌釋迦得到，阿門。